李德全，哎，皇上，替朕安排塞外行为。这次出塞，由太子和8阿哥伴驾随行。京城内，朝中事宜交4阿哥发布行令，并由9阿哥、10阿哥、14阿哥从旁协助。朝中的事务均由快马每日呈报，禁止互相勾结，承朋结党。这皇上已经开始忌惮八爷营私结党，八爷的一切都让康熙这样一位凡事皆在朕才多的君主不能容忍，不能放心留他在京城。另一方面，二皇子自从恢复太子之位后，因为势力被削弱，他在追随自己的大臣的帮助下，开始积极结交朝内其他大臣，常在府中议事。这也让皇上心中不安，难怪这次出塞会把他们带在身边。哎，若曦啊，朕有些怀念你去年行为时做的冰镇果汁。给朕的杯子是菊花，给太子的是牡丹啊。没错，儿臣用的那个杯子正是牡丹的图案，儿臣也十分惦念，看上去精致，喝着也很是去热。皇上既然想，奴才明日就预备。好啊。老爸，这冰镇果汁儿可真解渴呀！喝下去之后，通体舒畅。明儿个你可有口福了。是，若曦，朕记得你当日求朕准你学骑马，学得怎么样了？勉强算是会了一点了。朕准你继续学，要学得好，学得精啊！谢皇上。姐姐有了旨意，却没有去骑马。姐姐不是很喜欢骑马的吗？怎么不去学了呢？那些军士教骑马，大概都是像你满那样敷衍我，目的不是教会我骑马，而是不让我有什么意外。不如不学。可是得了皇上恩准，放弃不就可惜了？这2日有些乏了，待休息好了再去学。四爷教我骑马时的认真专注，怎么脑子里居然会记得这么清楚？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竟然一丝不落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这次与王爷一定要尽情尽兴啊！皇上这样说，我们草原兄弟一定奉陪到底，与皇上喝个淋漓尽兴。实行宾主尽欢呐！好，朕很高兴。猜拳行令，我也愿意奉陪。太子，我们草原汉子喝酒豪情，也要找对对象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王爷海量，一定不拘小节，3杯合万事，一醉解千愁。贝勒爷真会说话。既然大家相见甚欢，就往事不计了。好，就这句话，王爷，朕敬你3杯。好，好，好，来。若曦，我认得你。明明格格吉祥，正是奴才。起来吧，你可有时间陪我走走？好啊。
格格怎么没去骑马呢？我们整日都可以骑，可不像你们这些住在紫禁城里的人，要特地寻了机会才能骑。哎，你骑得好吗？格格这句话是问错人了，好不好是称不上，会不会也是勉强。啊，只听说汉人的姑娘不会骑马，怎么你也不会啊？我的确不怎么会骑，倒是很想学。那我教你吧，虽然我没有教过人骑马，但我一定把你教好。好啊，走吧，不要怕，骑马哪有不摔的？我小时候也常摔。坐稳了，驾！若曦，若曦，把手给我！你没事吧？